唔知大家最近有冇試過喺一個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嘅下晝入去西貢行下？以前嘅西貢係點樣？係後花園啊嘛，周圍都係人，想搵個泊車位都難過登天。去食嗰啲所謂嘅招牌海鮮，未入座已經要受嗰啲伙計老細嘅氣。你問多句有冇位，佢可能連眼角都唔望你一下，直接揈手叫你一邊等。嗰種唔憂做嘅衰樣，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記到入骨。但係如果你最近再去，你會發現成個世界好似倒轉咗咁。以前嗰啲口面好似欠咗佢錢咁嘅代英，而家竟然企喺門口，見到你行過會微微鞠躬，仲會好熱情咁問你：老細，入嚟坐下，今日啲魚好靚，可以計平啲俾你。你望下入面，成間大酒家竟然得嗰一兩台客。呢種由俾面色你睇到對住你鞠躬嘅轉變，真係令到好多人心入面唏噓不已。好多人會話，而家香港市道唔好，係因為啲人貪平去晒深圳北上消費。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將呢件事歸咎於貪平，咁就真係諗得太簡單啦。其實西貢呢個縮影，反映緊嘅係香港服務業一個積壓咗幾十年嘅大爆發。我哋要由2003、2004年嗰段時間講起。嗰陣時自由行啱啱開始，香港經歷完沙士之後，成個市道好似打咗強心針咁，突然之間湧入嚟好多人。嗰陣時啲生意係點做嘅？係求其做都有得做。西貢嗰啲海鮮酒家，每日接大陸團都接唔切，啲伙計做到手軟，老細數錢數到笑。但係亦都係由嗰陣時開始，服務質素呢4個字喺好多老闆心目中已經唔存在啦。你諗下，如果你係老細，你坐喺度都有客湧入嚟，你仲會唔會花心思去培訓員工？你仲會唔會理啲客食得開唔開心？唔會㗎，你只會諗住點樣翻台翻得快啲，點樣可以喺個磅度做下手腳，收多個客幾百蚊。嗰種你唔食大把人食嘅傲慢，就係由嗰陣時開始種下嘅根。由2010年到2019年呢10年左右嘅時間，係香港服務業最囂張嘅黃金時代。你想喺西貢食餐飯？唔好意思，你要睇個部長面色。你想問下隻蟹幾種？佢會話你食唔食㗎？唔食就唔好搞震啦。呢啲說話，我相信唔少人都聽過。當時我哋作為本地人，好多時係含淚消費，因為冇得揀嘛。你想去郊遊，想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去到西貢唔食海鮮食乜？唯有忍受下。但係呢種忍受係有極限嘅。去到2020年，一場疫情改變咗全世界，大家困咗喺香港3年。開頭嗰1-2年，因為冇得飛，西貢又變返好熱鬧。大家記得嗎？2021年、2022年嗰陣，西貢碼頭真係載人塞到爆。嗰陣時啲老細以為好日子又返嚟啦，所以個價錢繼續加，個面色繼續臭。佢哋完全冇意識到呢種係最後嘅狂歡。到咗2023年初，正式通關啦。香港人好似放出籠嘅雀仔咁，第一時間唔係諗住去西貢，而係諗住飛日本，或者係坐高鐵上去深圳。呢個時候，西貢啲老細仲好淡定，覺得哎呀，你哋去完旅行就會返嚟㗎啦。點知呢一去就唔回頭。2024年到2025年係香港零售餐飲業最痛苦嘅2年。我哋成日講北上消費，大家成日話係因為大陸平，係深圳啲嘢真係平，但係最攞命嘅唔係平，係服務啊。你喺深圳行入一間餐廳，人哋係會90度鞠躬，會幫你斟茶遞水，會問你味道適唔適合，甚至你杯嘢飲唔好飲，佢會即刻換杯新嘅俾你，仲要同你講對唔住。反觀西貢或者係成個香港，你坐低，個伙計仲係嗰副你欠佢錢嘅樣，放低個碗筷係用 wing 嘅，問佢攞張紙巾都好似要佢條命咁。當香港人喺深圳體驗過乜嘢叫做上帝嘅感覺之後，返到嚟香港，仲點會願意俾錢買難受？
所以當你見到而家西貢啲老細會同你鞠躬，你會覺得好唔自然，因為你知佢哋唔係因為真心想改善服務，而係因為驚，佢哋驚執笠，驚交唔起租，驚發唔出人工。呢種鞠躬係帶住一種末路嘅哀求，而唔係服務業應有嘅專業。我哋再講深層啲，點解話點止攤平咁簡單？因為呢度面涉及一個心理落差同埋價值觀嘅改變。以前香港人覺得自己係國際大都會，服務貴啲係應該嘅，因為租貴，人工貴。但係當經濟下滑，大家嘅荷包縮水，我哋就會開始衡量呢錢值唔值得使。如果你收我1000蚊食餐海鮮，你要我受氣，我就會覺得呢1000蚊係智商稅。喺2026年的今日，香港人的消費觀念已經完全變咗。我哋唔係冇錢，而係唔想做冤大頭。西貢以前嗰種靠海鮮價揾食嘅模式，喺資訊透明度咁高嘅今日，根本就行唔通。你喺西貢買隻龍蝦，佢收你800蚊，你去深圳食同樣質素嘅，可能只需200幾蚊，仲要有5星級服務。呢個差距已經唔係支持本地消費呢句口號可以填補得到。而且西貢本身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交通同配套。以前啲人願意忍受塞車，揾位難入西貢，係因為嗰度有種獨特嘅氛圍。但係當呢種氛圍變成咗周圍都係劏客嘅代名詞，大家就唔會再去。2026年，當新界好多地方都發展得好方便，或者係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完成之後，西貢嘅地理劣勢就顯現晒出嚟。我識得一個喺西貢開咗20幾年鋪頭嘅老細，佢同我講，佢而家每日開門都係蝕緊錢。我問佢，咁你點解唔執咗佢？佢話，我呢20幾年淨係識做呢樣，執咗之後，我呢50幾歲人可以做乜？佢仲同我講，佢以前真係好囂張。2015年嗰陣，有客要求換個乾淨啲嘅碗，佢仲會鬧反個客。佢而家諗返轉頭，覺得好後悔。佢話以前我哋係靠個勢，而家個勢去咗人哋度，我哋先知自己以前幾咁自大。呢種自大其實係成個香港服務業嘅共業。以前我哋成日講香港精神，係講求效率、專業、勤奮。但唔知由幾時開始，效率變成咗趕客，專業變成咗冷漠，勤奮變成咗唯利是圖。所以當我見到西貢街頭冷冷清清，得返嗰1兩枱客嘅時候，我心入面其實係有一種因果報應嘅感覺。你以前種下咩因，而家就收咩果。你以前對客唔好，當客有得揀嘅時候，佢一定會第一個放棄你。有人問，香港嘅餐飲業仲有冇得救？我覺得有，但係個過程會好痛苦。首先，租金一定要落。2026年，雖然租金已經回落咗唔少，但比起鄰近地區仲係好貴。如果租金唔落到一個合理水平，老細就只能夠繼續縮減開支，一係就裁員，一係就用啲廉價食材，最終受害嘅仲係消費者。其次係心態嘅徹底改變，唔係話要你學深圳嗰種卑躬屈膝，但係最起碼要有一份尊重，尊重你嘅職業，尊重你嘅客人。唔好再覺得客係嚟揾你麻煩，客係你嘅衣食父母啊！我哋成日話要說好香港故事，但係如果連食餐飯都食到一肚火，點樣講好故事呢？西貢嘅凋零其實係俾全香港一個警告。如果你唔肯進步，如果你仲係停留喺嗰種唔優做嘅思維，咁你最終嘅結局就係對住空蕩蕩嘅店面鞠躬。我記得喺2024年嘅時候，政府推行過好多活動，想振興經濟，例如乜嘢夜繽紛之類。但係大家發現，如果個根源問題即係性價比同服務唔解決，搞幾多活動都係治標唔治本。你吸引咗啲人嚟一次，佢哋食完之後覺得鼻湯，下次就絕對唔會再嚟。而家去到2026年，我哋可以睇到嗰啲生存得落嚟嘅鋪頭，通常都係嗰啲一直默默耕耘，唔會隨便加價，對客氣氣嘅老字號。佢哋雖然都受影響，
但起碼有一班熟客撐住。至於嗰啲以前專門做遊客生意、專門殺客嘅鋪頭，大部分都已經執咗笠，或者喺度吊緊命。西貢嘅轉變，亦都反映咗香港人生活方式嘅改變。以前我哋覺得放假一定要去啲熱鬧嘅地方，而家大家追求嘅係質素，係性價比。如果我喺屋企附近食餐飯，仲好食過入西貢受氣，我點解要入去？其實呢件事仲有一個值得深思嘅地方，就係競爭。香港以前太缺乏競爭啦，大家做生意都係守株待兔，因為人流就係咁多，位就係咁多。但而家唔同啦，競爭係來自全球化，來自大灣區。當人哋用緊最先進嘅科技、最完善嘅培訓、最吸引嘅價錢嚟搶客嘅時候，香港如果仲係用緊20-30年前嗰套做法，點可能唔輸？我有個朋友係30幾歲嘅後生仔。佢以前好鍾意帶住女朋友入西貢行街，佢同我講，佢而家寧願去沙田或者荃灣嘅商場，起碼有冷氣，啲洗手間乾淨，食嘢價錢公道。佢話西貢以前嗰種所謂嘅情懷，已經被嗰啲臭臉同貴價海鮮消耗晒啦。呢句說話真係好入肉。情懷係唔可以當飯食嘅，情懷亦都唔係老細可以用嚟大條道理加價嘅藉口。我哋再睇返標題嗰句，以前俾面色你睇，依家對住你鞠躬。呢種強烈嘅對比，背後其實係一種權力關係嘅移轉。以前係賣方市場，老闆話事，而家係買方市場，消費者話事。呢種轉變，對於長期處於優越感嘅香港老闆嚟講，係非常之難適應嘅。但係如果你唔適應，你就會被時代拋棄。我有時會諗，如果2018年、2019年嗰陣，西貢啲老細能夠對本地客好啲，會唔會今日個結果會唔同？如果佢哋能夠喺賺到錢嘅時候，投資多啲喺員工福利同培訓上面，而家啲員工會唔會做得開心啲，服務好啲？可惜呢個世界係無如果嘅。現在我哋見到嘅西貢，或者成個香港嘅市道，係一個重啟嘅過程。呢個過程一定會好痛，會有好多鋪頭執笠，會有好多人失業。但係如果呢個過程可以淘汰咗嗰啲唔憂做、劏客嘅劣質商人，對於香港長遠嘅發展，或者未必係一件壞事。我想同嗰啲仲喺度掙扎緊嘅老細講，鞠躬係冇用㗎。如果你個心唔變，如果你仲係諗住點樣喺個客身上刮得就刮，咁你個鞠躬只係一場 show，客人係睇得出嘅。你要做嘅係真真正正咁去諗，點樣提供一份對得住個價錢嘅食物同服務。喺2026年嘅今日，我哋唔再需要國際金融中心呢啲虛名嚟安慰自己，我哋需要嘅係一個有溫度、有禮貌、有質素嘅生活環境。西貢嘅海邊依然好靚，夕陽依然好紅，但係要令到呢個地方重新煥發生機，唔係靠政府撥款，亦唔係靠搞幾個嘉年華，而係要靠每一個從業員重新揾返嗰份對工作嘅熱誠，同埋對客人嘅尊重。當有一日你去西貢食飯，個伙計係發自內心咁同你打招呼，而唔係因為驚執笠而勉強鞠躬。當你食到嘅海鮮係物有所值，而唔係被標上海鮮價。當你覺得喺嗰度消費係一種享受，而唔係一場博弈。到嗰陣時，西貢先會真正變返香港人嘅後花園。呢件事亦都係俾所有香港人一個反思。我哋喺要求人哋服務好嘅時候，我哋自己又有冇進步？我哋係咪一個理性嘅消費者？定係我哋都係喺度盲目追求平？其實成個大環境嘅改變係每個人都有份造成嘅。西貢得返一枱客，唔係一個偶然，係無數個唔好體驗累積出嚟嘅必然結果。我希望下次再入西貢嘅時候，我見到嘅唔係卑微嘅鞠躬，而係自信嘅笑容，係嗰種對自己嘅產品、對自己嘅服務有信心而流露生嚟嘅專業笑容。講到尾，點止貪平咁簡單？呢個係一個關於自大與自省、傲慢與謙卑的故事。香港人，我哋都要喺呢場變革入面揾到自己嘅新位置。
如果大家有咩睇法，或者你最近喺西貢、喺香港其他地方有過咩難忘或者難受嘅消費經歷，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我哋一齊探討下香港呢條路應該點樣行落去。今日就講到呢度。雖然話題有啲沉重，但我始終相信，只要肯面對問題，就一定有解決嘅方法。香港人最叻係乜？係靈活變通呀嘛。希望喺2026年嘅餘下日子，我哋可以見到更多令人鼓舞嘅轉變。多謝大家聽我講咁耐，我哋下次再見。